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早上好！南无阿弥陀佛。今天师父给各位介绍这一章，这就告诉我们因果观念了。那么印光大师他特别交代末法的修行所应该要重视的，不能忘记的，不能稍稍有忽略的。就是有几样事情，第一，孝顺父母，对父母要能懂得孝顺，不能忽略哦，不能减少，不能讨价还价，你一定要孝顺父母。第二，要行善，及时行善，我们要发慈悲心，能够为众生多关怀、多付出，这个很重要。第三点叫重视因果，要重视因果。因果的观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报，这是你自作自受嘛，自己做的嘛，自己得嘛。你怎么种下去，你得到的什么成果，都是会回到你身上。所以这一章呢，也是提醒大家，就是一定要重视因果，重视因果。末法年代的这些众生啊，根性都比较差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赶紧提倡，让大家返璞归真呐，让他心性能够善良，这社会才会和谐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会特别的快乐，很幸福，不会耍手段，不会用计谋我们大家平安无事，快乐的过日子。好，我们看这一章，心善行善者，事事皆善。心如果善良就慈悲嘛。对不对？我们用好的态度来去跟别人交往善，我不会利用你，不会伤害你稍稍有一点不如意，我不会报复你那么这就是善良。这个人善良，又能行善，心很善，又能行善，又能去做，脚踏实地能解行相应你了解了，但是你还去要做像心善又去行善，那么事事都皆善。所有在你人生的生活过程里面，事就每一样事情都是善。善是什么？就够光明的了，就是快乐的，就欢喜的，就是非常吉祥的，无灾无难的这就是善。事事都是会善的，这美好的，非常美好的。心恶行恶则事事皆恶，你的心很坏恶毒的念头要陷害，用计谋，要怎么样能够利用别人，这种心很恶，又嫉妒，又猜疑，又贪心。你看嗔恨心特别重，心很恶毒，又去行恶，心恶念不断不打紧，更重要的是他又去做，就行恶，就我恨你，但是他又去做了，这样子行恶者事事皆恶。那么以后呢，在他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会很坏。为什么？天地不能饶恕他呀！所有龙天护法都眼睛盯着你很紧阎罗王随时都在看你都在看你。所以你心恶又行恶，那么到处你所遭遇的任何事情，任何一个对象，都会对你很不利，都会坎坷不平，而且歪七八扭的，会非常痛苦，处在一个很黑暗又很折磨的一个环境里面。所以什么东西都不好，你要怨天，你要尤人你为什么会遭遇到这样？你不要怪别人，就是你心恶又去行恶。所以人之吉凶祸福，人活在世间，你的吉利，或者是有灾难，或者是有什么祸端或有事故，又有什么福报，这些东西吉凶祸福都是由我们本心之所自制也，都是由你本人的心所自己造成的，是你自己所造成的。你种了恶的因，所以回报在你身上，当然有恶的果报嘛，这是必然的。因果是分明的，因果是平等的，因果是很清楚的，因果是丝毫不爽，
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那这样子，为了我们往后的道路能够开通，我们的贵人能够非常明显，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诚心的对待，我们人生觉得很幸福，那你就重视因果。一定要重视因果。如果你能够这样，你的修行就日日进步，时时都在进步。我们要恭喜各位，观念如果对，以后人生的道路就一帆风顺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